我都想帮你看一个。不要太远了。我不会。可以了哦，太高了啦！不要再上去了啦，这样脖子有点酸。哪边？这边吗？光是的，像这个。哦，小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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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养蜂术这边是用这种方式，人工的方式先处理。那上面呢？上面的地方其实我们也会陆续去补的哈。那这个部分上面有补吗？上面还没有，这个我们养蜂术这边我们会陆续用那个高空作业的方式。我都想爬上去看一下。不要太远了。我不会啦，不会啦。市长，你要爬、啊？我可以爬上去看一看。真的假的啊？那市长，我们现在也针对这个场域进行必要的一些。我还年轻啊！好、市长，你真的吗？哇！市长小心啊！哎呦！市长，市长上面风景怎么样啊？市长有看到什么吗？哇！可以了啦。安全第一啊！好重龙体啊！哦，市长可以了哦，太高了啦！不要再上去了啦，这样脖子有点酸。顺便啊。小心。上面那个洞太多，没有补哦。是，那个我们会用高空作业上去做。高空作业它怎么作业都是一个小洞小洞的，到哪里来的？一样会用这种发泡棉。可是上面没有啊。上面现在还没有做。那什么时候要做呢？我们今天会调拨人力。我都上得去，别人一定上得去。是，别动，没事。没有积水的洞，这个洞一定要补起来。怕蚊子在里面，所以我去看一看，我怕有死角。那树下这么多洞，都有可能滋生蚊虫。可是上面呢，所以我必须要爬上去看洞多不多。结果一上去看，树里面的洞非常的多，所以我就要求主办的我们卫生局，所有的消毒部分一定要把树上面的那些洞都要堵起来。我要亲眼看，我才能了解状况。果真，每一棵树的上面都有非常多有可能滋生病虫，这个病虫媒的这个病虫蚊的这个可能性存在。那刚才这样讲了以后，他们也完全都能了解。所以未来我们在高处可能用把树枝剪掉，让阳光照进来，还有风吹；低处的话可能用投药，还有泡棉呢把它堵塞，会有各种方法，尽可能让蚊虫无法滋生。